容祖兒係娛樂圈出名嘅24孝女。容媽媽14年患肺癌期間，祖兒推咗好多工作，除咗損失近1000萬之外，仲不惜使過百萬由美國邀請治癌專家治療媽咪。舊年容媽媽癌症復發，祖兒又為媽媽食素祈福。祖兒一直同容媽媽、細佬住喺司徒拔道嘅松柏新村高層單位。近日我哋收到消息，祖兒為咗令媽咪有更舒適嘅環境療養，近呢個月馬不停蹄趕工為屋企裝修。而喺裝修舊居嘅同時，祖兒一家3口就搬去淺水灣嘅曼克頓大廈住啦。今個星期4，我哋影到祖兒現身中環出席按摩機品牌活動之後，喺女助手陪同之下坐保姆車到銅鑼灣利苑 shopping。現場所見，祖兒似乎有心水目標，入咗商場之後就一支箭走咗入去 LV， 逗留咗足足2個鐘，最後連掃4-5袋新貨滿載而歸，之後再坐保姆車返淺水灣新居。據知，祖兒嘅新居曼克頓大廈係淺水灣區內數一數二嘅豪宅之一，市值近億，大廈嘅租金叫價6位數字，一個2000幾尺嘅全開景單位月租超過20萬啊，成為淺水灣道鄰近豪宅嘅租金指標。近日仲不斷屢創紀錄新高。玄學家吳佩孚就話，曼克頓大廈風水特別好，因為背山山勢茂盛，特別利人丁健康，對於姻緣同埋貴人運都唔錯。大廈屋型一字排開，廣修明堂旺水，大財進宅，難怪大廈過往深受城中名人喜愛。張智霖、袁詠儀兩公婆同埋鄭裕玲都係住客之一。